爱财，才要能分享大众。我爱名，名要能庇荫众人。我爱知，知要能传授后人。我爱情，情要能成就幸福。广心静书。爱财，财要做什么呢？有的人要钱财，拿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他认为他的生活有所匮乏。就好比有的人喜欢拿钱买一堆化妆品跟保养品，让自己永葆青春美丽，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人到最后一样会老，会死啊。人死了之后，这些钱财一样也带不走。但是若能将钱财用在帮助社会、济世救灾，在别人最紧要关头、最困苦的时候，我们伸出援手，给予援助，如此不仅发挥钱财真正的作用与意义，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，还能得到善神的尊敬与庇佑。所以爱财，才要能分享大众。爱名，名要能庇荫众人。在众人有困难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，能够因为我有这个名声，得以协助他，解决他的困难，利用这个名气地位的分量来保护大家，帮助众人渡过难关，让大家生活和谐，社会进步，以名利他，这样才是发挥名的正面作用。爱知，要知识做什么呢？要传授后代的人，将你所学的东西，你的常识与知识来传授给别人，让别人能够因为你传授的知识，从中得到生命的启发，内在与外在得到提升。我们今天能够不断进步，都是源于古人智慧的传承。因此我们也应当承袭这些智者与贤者的作为，将我们的知识与经验传承下去，利于未来的人们。爱情，我要有情义，要有友情，懂得恩情，懂得情面，懂得情理。人情世故的道理要明白。一个人若不懂人情义理，给人感觉无情无义，这样修行不会圆融。佛之所以对一切众生慈悲，正是因为他博爱。佛爱着一切众生，将众生苦视为疾苦，时时想着如何帮助众生脱离苦难。佛爱众生的情胜过自己，重于所有。佛也是有情的，所以人不能没有情，但是这个情要能成就众人幸福，让大家都能离苦得乐。再说到情面、情分，过去他人有恩于我，我们要报恩。为什么呢？有情分在呀。如果一个人稍微犯了小错误，要如何呢？我们不要太计较，因为情有可原呀。
想到对方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就包容他，原谅他。所以这个情真正作用在于我们的心中有爱，能够成就大众，爱护众生。我们时常抱着这个观念，帮助更多人得到幸福。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这就是菩萨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